大家平安。雅各变做以色列，雅各的名意思就是掠。咱看去伫伊的人生的中间，就是欺骗，就是设计，心机真济，总是拄着上帝的时，伊就变做以色列。以色列的名就是伊是神。换一句话讲，当伊成做上帝，伊拄着上帝了后，伊就开始无共款，伊无阁用家己的方法去欺骗，伊是掠掉上帝，伊住伫上帝的祝福的中间。咱若要看见即个今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伊的背景的故事是记载伫创世纪25章到32章的中间。迄个背景就是有一对翁仔某以撒甲迄个利百加，伊有生一对双生仔。当迄个双生仔出世的时，迄个大兄出来的时，看见雅各就是迄个第二个囡仔扭伫迄个大兄以扫的骹，伫遐扭出来。所以伫因老母的腹肚内时，因已经生子。后来伫因人生的中间，两个个性真无共款。以扫是一个真爱拍蜡、身躯生甲全门的一个囡仔，伊的老爸非常爱伊，非常的疼伊，偏心伫伊的身上，因为伊是一个真野的一个囡仔，常常去外面拍蜡，转来伊会煮野味来分伊的老爸食。伊的老爸特别真介意即个大囝。总是雅各，伊是一个较受生伫家庭老母所疼的一个囡仔，较优秀，所以伫家庭的中间，老母较偏心伫伊的身上。有一天，大兄以扫去拍蜡转来时，看见迄个伊的小弟伫迄个所在煮红豆仔汤，拍蜡规日非常的野鲜，伊就甲伊的小弟讲：“你敢会当互我一寡红豆仔汤，互我食？”迄个时阵，雅各伊就开始甲伊设计，会使，总是你爱将大囝的名分卖互我。迄个囡仔要甲逼，雅各无逼伊的兄哥，你一定着爱将大囝卖互我。总是迄个大兄敢若顾目前的代志，竟然安尼伊出卖伊家己大囝的身份。咱若看见伫《申命记》21章的所在，伫遐咧讲，总是所人怨的某的囝。做大囝，将所有的业互伊双份，因为伊的溃烂，伊的溃烂的起头，大囝的名分是伊的。伫遮咧讲，即个人若有娶两个某，就是迄个伊较无介意的某，大生生迄个头一个囝，犹原称做大囝。第二则甲伊讲，伊的业着双份，伊毋是干那伊的业双份，财产双份，祝福嘛是双份。所以对伫当时以色列人迄个大囝。是安怎雅各伊会遐尼要紧？因为伊会当得到双份的福气，伊会当对上帝得到双份的福气。总是为着安尼，伊就开始逃走。因为伊有一天，迄个逃走的大声，就是有一天伊去去拍蜡的时，因大兄去拍蜡的时，迄个伊的老母听见讲伊的老爸要甲伊祝福，知影即项代志。虽然毋是雅各本身伊所要爱。总是迄个起头的心意是老母甲伊分享的，讲恁老爸要祝福。伫当时以色列人，迄个士大人对伫细囝的祝福是非常的要紧，包括伫今仔日的中间，也伫遮咧证明士大人的祝福是充满了上帝的权柄，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伊讲，当你阿兄伊若去拍蜡转来煮野味互恁老爸食的时，伊就要甲祝福，连苦你真就开始准备。所以伊就去掠一只羊仔，因母也替伊煮，伊就老母就遐伊大兄的衫，互伊迄个气味会当披起来，亲像大兄身躯迄羊毛，拢拍羊毛，绑起来亲像大兄的皮肤一半样。因为伊的老爸青面毋知影，所以伊就伫安尼得到大囝的名分，去欺骗伊的老爸。伊的老爸讲：“你真正是以扫吗？”伊讲：“对。”而且即摆是伊真正家己主动讲去欺骗伊家己。当咱看见以扫也好，恁今日看见雅各也好，咱看见即两个人，拢有得到伊心所爱。一个大兄伊得到红豆仔汤，一个迄个第二个伊得到大囝的名分。因两个拢会得到所爱，总是其实因两个拢输。一个失去大囝的名分，第二个输伫倒位？当伊知影迄个大兄转来知影讲伊的小弟抢伊的大囝的名分的时，伊就开始逃亡。伊逃亡是离开伊所疼的老母。圣经讲，伊的老母是讲：“你小可离开一个，
去遐大，你即摆去米恁阿舅遐，去汉兰迄个所在，你去米一段时间，你搁转来，总是咱看见伊一去就是20年，伊无转来。伊离开伊所疼的老母，伊老母用心机欺骗，因为要养护伊所疼的即个第二个囝，伊永远都无搁看见伊即个第二个囝。因为咱毋知影伊老母当时死，但是圣经都无搁出现。一个人要照上帝教示，用欺骗、用手段，看起来敢若已经得到，其实完全拢输。伊输，伊输伫伊看着目前那点，为着一碗红豆仔汤，伊输伫目前。雅各咧，伊输伫用手段去得上帝的祝福。伊看当上帝祝福，咱看当上帝祝福无歹，真好。总是上帝祝福，毋是用你的手、用你的心机、用你的手段去抢来。你若真正顺服伫上帝，上帝自然就会祝福你。总是伊用手段去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伊到尾嘛是输，伊就爱流亡，伊就爱逃亡。所以伊开始，伊的老母甲伊讲：你去赫兰，去近挖你的阿舅，去挖伫迄个所在，小可大几伊啦。伊就开始逃走。伫逃走的头一暝的中间。伫迄个阴暗，伊到一个所在，日头已经落来，伊就伫遐歇眠。伫迄个歇眠中间，伊摕一块石头做枕头。伫迄个咧做，伫遐开始咧困的时，伊望见一个天梯对伫涂骹到伫足悬天堂的所在。伫遐天拄天有天使的使者，伫迄个所在起落落，毋是一个天使，是骨来的天使。当伊伫遐困的时，拄着真济的天使，伫迄个天梯的中间。起落落伫遐爬来爬去，伊伫遐看见耶和华上帝伫迄个天顶的中间，耶和华伫遐自我介绍讲：我是耶和华你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甲你现在困的所在，我要赏赐互你的福的。咱看见一个充满心机的人、欺骗的人，伊真正实在是，若对伊的兄哥来看，对伊的老爸来看，这个人真正实在是歹囝，心态遐尼歹。虽然对上帝目睭来讲，伊嘛是一个罪人，总是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即节，你无论你偌歹，上帝也阁要赐福你，上帝也阁要甲你伫地。咱看见14、19、20的所在，上帝阁甲伊祝福，你的好的伊甲伊祝福，这就是对伊的呼召，就是对伊的竞选。你的好的要亲像地上的土沙，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。你的扩展，你的空化，你的土地会真正到四周围的所在，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，甲你的福会得到福气。上帝的呼召，一个人品格遐尔差，上帝也阁要用伊。所以我要甲你伫地，上帝应允我要甲你伫地15节。你无论倒落去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到伫这个所在，拢无要气杀你。你遮尔遐歹，上帝要气杀你。咱犯罪，上帝要去杀你，因为上帝伊要祝福你。伊讲我所讲的话，一切拢会成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雅各困醒的时，看见即个梦，伊所拄着的梦，上帝所甲伊对伊所讲的话，伊讲我也知，我毋知影讲上帝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咱看见伊伫伊过去，因家己伫当时以色列人有真济的观念。原来耶和华上帝是住伫阮上帝所竞选迄块地，是上帝伫遐那点。伊想讲伊咧逃亡的时无上帝啊，总是伫迄个逃亡的中间，上帝对伊出现，我就是伫遮，我就是耶和华上帝，我要祝福你的子孙，我要祝福你，你的福会要成做侪人的福气。这个话，敢毋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讲的？敢毋是上帝嘛对以撒讲的？即摆阁对雅各讲，所以咱看见上帝常常伫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伫遐咧介绍家己的时讲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因为这三个人伫上帝的面前领受侪的应允，这个人有人行伫上帝的道路的中间，以撒也有伊的迄种安尼雕琢的所在，雅各有伊规格的所在，毋过拢受到上帝的竞选。原来伫世界的逐个每一个所在。你我上帝拢咧竞选你，互你伫无共款的角落的中间，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。毋是你外敖，就是你抑阁有缺点。你若欢喜顺服的时，上帝要互你成做伫四周围的人，侪人的祝福。上帝应允，
我要甲你伫地，我真正伫遮。你无论行到伫倒位，你伫倒亡的道路中间，我也伫遐。所以，伊开始倒亡的中间，伊走去伫伊的阿舅迄个所在。阿舅是一个，伊本身是一个欺骗者，用手段来得到大囝的名分。今仔日上帝甲安排去阿舅的遐，阿舅的手段比伊搁较高手，拄着一个教授老千啊！伊欺骗人，今仔日去阿舅遐受欺骗。咱先来看这个圣经节，加拉太6章7节讲，咱毋通自欺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因为人种的是啥物，收的也是啥物。你种啥物，你收啥物。等于去到阿舅因兜的时，阿舅有2个查某囝，伊对迄个第2个查某囝一见钟情，太水的了。所以阿舅伫遐住2日了，伫阿舅因兜住2日了。伊讲：你袂使白白住阮兜。你虽然是咱的亲人，是我的亲人，你犹原爱踮遮做工，住伫遮，你嘛爱付当价。所以伊就讲：你有2个查某囝，我爱迄个6个第2个，求你，互我付的当价就是7年，为着要娶这个某，搁伫遮甲你做工课，这是我所要付出的迄个代价。我要为伊服侍7年，结果开始咧带伊的是迄暝，请偌济人客呢，搁2、3个伫遐嘻嘻哈哈呢。结果迄个伊的阿舅用方法，甲伊换大某互伊，就是迄个大表姐互伊，迄个大姊妹互伊，迄个表姐。迄个圣经描写是无水啦，目睭无神啦，所以看袂介意。所以讲是安怎？你开欺骗我？上帝是安怎要互伊拄着一个欺骗的人？我欺骗我几价？原来伊迄拄着一个佫比伊较高手的几价，咧表示啥？互伊看到自己的面目。我欺骗人，我即摆被欺骗，你去感觉看卖啊？人种啥物，伊就收啥物。伊甲伊阿舅讲：你开安尼骗我，阿舅嘛是甲照常甲骗。阮即个所在吼，大汉的若要嫁吼，第2个袂当嫁。伊讲：你若真正爱吼，你搁替我做，搁做7年。为着要娶第2个某，虽然契机就互伊啊，但是伊就搁做7年，拢总做14年的免职工啦。做17年、14年的免职工。虽然伊娶某，迄2个某嘛抑搁算阿舅的。虽然有生囝，11个囝嘛是算阿舅的，11个查甫囡仔，1个查某囡仔，遐嘛是去算阿舅的啦。住伫阿舅因兜做免钱工，所以做14年的免费的工了后，伊感觉讲我需要有代价，我某囝遐尼济，我嘛爱有所得，所以阿舅就甲伊讲，啊无，伊就甲伊计划，无论伊讲啥物话，我的羊仔吼，即摆若生出来吼，若有点有撩痕，有啥，属伫对一种的，是乌的，是白的。即摆即种的，就是属我的，生出来拢我的。啊，迄种的生出来就属你的。结果，伊抑阁会当掌握，竟然所出来的羊仔拢变雅各的。第2遍阁变色啊！伊嘛阁有方法，羊仔囝生出来，抑阁是雅各的，所以雅各财产哪来哪济，所以伊的伊的表兄看起来无欢喜，伊的阿舅、伊的丈人面色无好，所以伊住袂牢。即摆过去某囝拢毋是伊的，即摆伊某囝拢甲摕来挂财产，佮第2摆会倒亡。所以咱对即个所在，咱看见一个警醒：上帝是无法度欺骗的。你今仔日伫即个中间，你怎样骗人？第二有2点，互咱会当体会到的。上帝，你用啥物态度？你讲啥物话？你后来你种啥物，你就收啥物。我今仔日种营养，我收营养的果子。要甲你讲的就是，你收的会阁较济。因为营养子一粒若定，你看见伊的收成，毋是积水规丛树安尼，明年积水阁生另外一水，后年当年阁二生。你种的是一粒种子若定，你的收成是超过遐的呢。咱看见雅各欺骗伊的兄，伊的老爸，日仔日伊互伊的阿舅，甲伊欺骗的佫较济。圣经讲，伊为着要得到迄个工钱，伊阿舅甲骗10摆。所以迄个
一个人欺骗，伊种啥物，伊收啥物。迄阿舅甲伊安排，迄个上帝甲伊安排去阿舅遐时，等于是咧招啦。我就是即种人。今仔日，互你去体会看卖啊！人咧欺骗你时，你的心情是啥物？你过去咧欺骗你的兄哥，是安怎兄哥会遐受气？你会去体会伊的心情阿未？你知影无？伫即个中间，其实伫逃亡的中间，伊一定爱吞忍啊，因为伊爱伊的某啊，伊为着爱拉结，伊做14年的工钱，喙齿紧咬的嘛爱做，伊的个性，遐刺激的个性，其实上帝已经咧慢慢啊甲修正，慢慢啊咧改变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伊就开始带伊的某囝开始去逃亡。伫迄个逃亡的中间，伊即摆就要转去伊家己的故乡。要转伊的故乡的时，伊有伊的某囝有，因为佮两个萝卜女婢，所以变4个某，变11个囡仔，查甫囡仔一个查某囝无记来伫即个所在，伊就开始伫逃走的中间，伊有找伊的萝卜，因为财产真济，羊群真济，萝卜都爱真济，伊就找萝卜伫迄个所在，转去探听伊的兄哥，甚至伫迄个所在炸足一礼物，伊毋望兄哥看到遮尔济礼物会消气啦。因为伊已经掌握袂牢，以前伊拢有法度用家己的气力去掌握，我要怎样红豆仔汤去得到大囝的名分，我怎样要对老爸得到大囝的名分，我怎样去阮阿舅因兜，我就是吞忍，我嘛是爱得到我的某，伊拢有得到，我财产要搁较济，伊拢得到。迄时个时阵，伊用伊家己的智慧，伊还阁有气力，伊去得到这一切。毋过即摆无共，兄哥较早要追杀他。迄种的惊吓，所拄着的代价，迄种的痛苦，今仔日我转去阮兄哥，到底是会赦免我无？到底是搁怨恨我无？要搁害我无？其实伊的心无法度掌握呢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则讲，当伊甲遐个萝卜找去头前的时，去探听的时，听见伊的兄哥以扫带400个伫因兜的萝卜的遐个查甫丁。来的时，我惊到死啊！即摆就真正伊失去掌控啊，完全失去掌控。过去伊会掌控，伊拢无问题，伊袂惊。即摆失去掌控，伊真正是受不了。所以伊迄暝，伊就甲伊的某囝4个，甲迄个2个某、2个女婢，甲11个囡仔囝，甲带到伫迄个亚伯渡口。咱知影迄个约旦河是当时迄个南北迄个约旦河。然后，迄个亚伯，迄个雅博溪是环的，是迄个东西的所在。所以拄伫迄个接头迄个所在，雅博，迄个拄伫迄个亚伯的渡口的时，伊甲某囝规个先带过，伊搁转来到伫即边，伊无过溪，互遐先过溪，先过的时，伊搁一摆真孤单，只有剩伊家己来定。迄暝我相信伊袂困着，因为伊无法度掌握伊的大哥。伊伫迄个所在想真济，到底是会死袂？到底是好歹袂？伊敢若惊，敢若怀疑，伊都袂困一来。无拍算，上帝佫出现。上帝真正无论你到伫倒位，一个充满了心机的人，上帝拢甲伊伫地，上帝拢无离开伊。有一个人来甲伊相演，即个人无名，来甲伊相演，即个人是主动来找伊的。毋是伊求来，伫伊足艰苦的时，即个人就来出现，伫迄个所在，讲甲伊相演，两个伫迄个所在搏斗。我若甲你伫迄个所在，咱干那看迄个无信誉就好。你干那拍几个时间，你就已经无力啦，你就差不多规身躯拢失力去啊。你伫迄个所在先小演规暝，伊抑阁袂输。25载，迄人看伊阁赢伊，伊就闪。雅各的大腿骨，伊的骹迄个时阵就摆骹，因为大腿骨准踹着伊就摆骹。迄个人看伊袂赢伊，敢真正袂赢伊吗？既然伊若甲扇一个大腿骨，伊就摆骹，较有可能。伊若早就甲扇了，伊早就输啊，雅各就输啊。所以伫即句话中间，你会当看见是上帝调过伊要互伊赢，上帝调过伊要互伊赢的啦，互伊知影讲。你安尼拼，你足够的嘛？互你拼，你拼甲吼一世人，你拼甲要害伊，若无上帝祝福，一个甲你拍咧，你就完蛋啦！
人外敖，你讲你会掌控吗？人咧外敖，一点仔敖都无。所以迄个甲伊相爱的人，伊讲你放我去，伊就放伊讲你放我去，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就无要放你去。安尼你会当看见，迄个人甲闪伊的骹，伊已经软骹，伊徛袂起来，伊还搁咧拼，伊搁咧坚持，伊还搁咧掠。迄阵用家己的智慧要掠大囝的命牛，搁来就是用伊家己的智慧，用伊的欺骗，用伊的迄个方法，用伊的手段去得一寡财产甲某囝。今仔日虽然最后迄刻伊输，伊还搁咧掠，总是即摆的掠，伊的性命改变。伊讲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无要放你去。即句话就对啦。上帝，你著爱甲我祝福。世间侪的祝福，人的祝福拢有瑕疵。咱看见雅各伊所爱要大囝的祝福，伊所要爱的财产的祝福，最后还不是逃亡吗？伊伫逃亡的中间，上帝拢甲伊出现，甲伊表明，你搁较安怎歹，我拢甲你支持，我无要甲你离开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会当得到安慰。咱真侪人生的中间，咱拢会拄着艰苦。当你拄着艰苦，你拄着打击的时，上帝伫遐。一个姊妹当我带伊来信耶稣，因兜嘛真侪无清气，伊规暝伊拢感觉因兜伫伊的迄个栏杆的中间，咱起叽，敢若有人用铁咧开伊的栏杆，伊毋敢去楼顶困，因为伊感觉拢有，虽然无看到，但是伊家己的感觉拢两蕊目睭伫迄个所在甲看。暗时咧困着叽。即个软弱的人，我去因兜。甚至无代无志，一个鼎挂就准飞起来。伊讲我鼎挂放伫特好，牧师一个切就出现，就飞起来。因为咧甲关心的是，伊的丈夫虽然无信耶稣，伊就讲今仔日牧师要来阮兜。因先生无信耶稣，讲一句话讲：你的妈妈要来，无毋对，这是上帝透过无信主的人，上帝嘛咧用无信主的人讲话。你属灵的是大人要来，伊有上帝。所以去到因兜的时，伊的鼎挂飞起来，现飞起来。我入因兜真正鼎挂现飞起来。有一天我带伊参加特会，伫特会中间伊一直哭，伊互三个阿舅甲伊强暴。你知影迄种痛苦来长大，老母无伫的，三个阿舅当大汉，伊还个囡仔被强暴，迄种的痛苦，长期的痛苦。我带伊参加特会的时，耶稣伫遐。伫伊介痛苦伫遐咧哭的时，耶稣伫遐。你偌歹，你的条件偌歹，你有犯罪，你的品格偌歹，你若欢喜改变，就是你作歹的时，上帝嘛无离开你啦。这是咱的福音哦。你偌歹的时，上帝也无离开你，上帝也是甲你支持。所以，伊掠着上帝的祝福，伊拄啊用垃圾的手段，用人的方法得到祝福，迄个后遗症就是逃亡。即两日咱咧看新闻，台积电三个迄个台积电内底，伊讲迄是精英中的精英，虽然足少年的40-50岁、40几岁尔，伫台积电是优秀中的优秀，佮少年的人，总是伊用伊的手段要搁趁较侪钱，嘛真正趁真侪钱，伊要搁趁较侪钱，伊无想到伫最后一刻，今仔日咱的政府甲掠去关以外，要搁甲发。伊所趁的差不多拢输了了，人的咬拢有后遗症。魔鬼做工就是有空芳啊！若无上帝的祝福，一切拢是落空，一切拢是空。总是你掠着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祝福永远没有瑕疵，因为伊是智慧的上帝，伊知影啥物会束缚你、帮助你。虽然人生的中间，有上帝祝福，嘛会拄着挑战，嘛有拄着艰难，嘛会拄着人害。总是伊若甲你支持，你拢会平安度过。你若欢喜吞忍，你伫艰苦的中间，有人甲你撸赖，伊会替你伸冤。你若真正真艰苦的时，伊会甲你开路，伊会甲你帮助。虽然咱会拄着艰难，毋过你若听照上帝的旨意行，伊甲你祝福，他就为你负责。所以这是雅各聪明的所在。到今伊阁掠着上帝祝福，起头是用手段掠着上帝祝福，即摆是面对面甲上帝讲：你若无要祝福，我无要放你去。
所以迄个拄啊，咱咧讲伊含伊小恩的人，有一个人，迄个人是啥物？咱看上尾仔蛇，就是上帝甲伊咧斗力，迄个就是上帝，是毋是上帝家己用人形出现？咱毋知，总是上帝咧甲伊斗力。伊就问伊讲：你是啥物名？伊讲：我叫做雅各。雅各原本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咧抢，我一直咧掠，我爱啥货我就我来掠啥物货。总是迄个人甲伊讲：你无要阁叫雅各，你爱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力拢赢。过去含人斗力拢赢。上帝讲：你要叫做以色列，拄好我有讲过，以色列的名就是上帝是神。就是我即马活伫上帝，若是伫阮的中间，就有上帝祝福，有上帝伫地，就有圣灵充满啦。上帝若甲你伫地，一定有圣灵充满。无论你做什么事，神跟你伫地，你的能力、你的反应、你的思考、你的决定，上帝拢甲你伫地。伊讲：你叫做啥物？你即马你叫做雅各，你即马爱叫做以色列。你过去用家己的手段一直掠，一直掠，我要得到，我今仔日要趁大钱，我要好业，我今仔日若有钱就好啊！我先来趁大钱，我先来得到名声名利，啊！我要来得到人的尊重，我拢用家己的方法，人来尊重我。我伫即个环境的中间，我要一席之地，我拢用家己的方法。总是你家己的方法，上帝若无要祝福，甲你扇一个啊，镜头啊，甲你鸟一个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总是伊讲，你即摆要合作以色列，上帝祝福要甲你伫地，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拢斗赢。敢真正斗赢上帝？你甲人拢斗赢，是伊甲伊的兄哥斗赢大囝的名分，伊甲伊的阿舅斗赢得到伊的某囝，佮得到财产。总是伊甲上帝斗赢啥？即摆斗赢是斗赢上帝的祝福，真正的祝福是对上帝来的祝福。迄阵拢主动去伫遐抢，去伫迄个所在了。总是你若要对着上帝的祝福，只有领受谦卑，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、修正。伊即马袂熬一个，伊较发觉我什么都不是。原来我无法度掌控的代志，毋是一个足济。我以为过去我什么都可以，我自己来。原来人的智慧佫较高。最后你还是会遇到瓶颈，熬伫倒位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所以，咱看去伫即个圣经的中间，互咱得到的有一个真大的迄个爱思考的所在。上帝若祝福你，你的人生就拢要有极大的无共款，因为伊真正是赢着上帝的祝福。伊今仔日得到的，上帝主动，伊即马谦卑落来，伊学会晓。过去我拢靠家己，我即马爱靠上帝。所以靠上帝的时，我靠上帝。拄亲像上帝过去甲伊呼召，迄阵抑阁足歹的时，上帝呼召你甲你的子孙要成做正人的祝福。过来就无共款。咱看见到伊年老的时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寄居的，因为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的时，伊得到法老王真大的欣赏，接纳伊所有的兄弟，伊的老爸的家70人去住伫埃及的所在。法老王伫当时是一个大国，是一个真有尊严、上界伟大了不起的人。雅各算什么？雅各只不过是一个寄居者，对外面煞入的人那点。总是伊开始伫伊的人生，真正做人的祝福。伊为着法老祝福，法老，咱知影伫圣经的中间，上帝祝福人是迄个徛官位的来祝福下面的位。所以雅各咧甲祝福，是因为伊背后有一个伟大的上帝，伊甲伊祝福。上帝拣选毋是高人。顶礼拜我有咧甲咱分享基甸，伊伫遐上帝要拣选伊，上帝甲基甸讲：上帝你拢无祝福我，上帝讲有啊，我就是要祝福你，我真毋就是来拣选你啊。
就用你这个气力去救你以色列人，去救迄个米甸人的手。我这个时阵，敢毋是要找你吗？我就是有听祈祷啊，我来找你啊。耶和华甲伊讲，伊讲我因为伊起头搁转理由，我伫阮兜是第一世，啊，阮搁属善的，我较有气力的。上帝讲不要紧，你做你去。你知影无？毋是你咧外交啦，你若欢喜回应上帝的听，上帝若甲你伫地上帝祝福，就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咱看见耶和华甲基甸讲，你开始因为欢喜顺服，你今仔日毋免带偌济人，你拣300个人去就好。所以伫遐就拣300个人，要去对米甸人，去遐甲面三甲对抗。伫迄暝因出现，因开始起来，因开始落去到伫迄个米甸人因徛的人三甲徛起的所在，扎营的所在，有米甸人、阿玛力人、东方人，就是遐游牧民族，因拢伫迄个山谷的中间，偌济人，圣经记载伫135000人，亲像草莓遐尼济，落刀济甲算袂了，遐冰顶有够济就对了，因较300个人。上帝讲：我用你300个人就有够啊！我若甲你伫地300人也有够啊！因安怎赢？因300个人分扫角的时，全营的人开始紧张，逃走的时，对敌毋知影因是家己的人，互相杀台。第二章讲因互相杀台，好，一直约家己杀台，对敌因家己杀因的对敌，逃走的逃走，若无就是杀死。上帝若甲你伫地，毋是你偌济力啦，上帝就替你做工啊！上帝若拣选你，你若要互伊用，上帝自然就会甲你负责啦。你要紧的是，你会晓倚靠上帝，你会晓谦卑，你爱承认我一点能力都没有，神，我需要你。你要让我服侍，我就出来服侍。敢若陈淑安吼，即个过去互看起无路用的人吼，今仔日抑阁会当做牧师，今仔日抑阁会当做一寡有路用的工吼，恁着逐个拢会啊。我知影，毋是靠我家己，靠我的气力，我甲恁拢袂比这。毋过我有上帝，我后壁有一个智慧的上帝。上帝毋是拣选牛人，上帝拣选你，上帝拣选我，逐个人拢会互上帝用。只不过你看到需要的人，你欢喜去甲伊祝福，啊无？你看到需要的人，你若甲伊祝福，你会安慰伊，你会鼓励伊，你会透放伊，内面内底无清气的物件，你拢会当来帮助你。前2日，人拜托我去关心一个人，讲伊暗时拢会过野船，我甲伊教一寡代志，甲伊教了，我甲伊祈祷，我讲你等于安怎做安怎做。过日我就问姊妹，你怎么样？伊讲我真正有困呢，我一暝到天光我拢无代志，敢是我咧熬？但是我欢喜祝福伊，我倚靠上帝祝福伊，上帝家己做工。毋是靠你家己，上帝要用的，就是你这个气力，你若顺服，神就要大大用你。啊，你若互上帝用，上帝甲你伫地，你就可以享受世上的祝福。有哪有艰难啦？有哪会坎坎坷坷啦？有哪会跋倒啦？总是上帝有缘会扶持你，会帮助你。伊要甲你负责，你若继续照伊的旨意行，迄后壁看袂到的祝福，是一件一件一直来。这是我伫年老的时越来越体会的。安尼，佮讲倒转来，你我今仔日坐伫遮做礼拜，敢会当无热心吗？是安怎？我爱来就来，我无爱来就来。我服侍无要无紧。你对上帝若真心，上帝会较大的祝福你，你较会无爱，啊，较甘愿伫外口底遐撞来撞去，啊，较伤痕累累。乌青结花，较讲上帝也来帮助我。啊，若我吼已经学会晓啊，我要减少受伤，多靠主，走快路。我嘛是一步一步来啦，总是走快路，就是走属神的蒙福道路。伊甲我伫地，互我引带会当较紧一个人得救，互我帮助人祝福会当紧临到伫迄个所在，毋莫去用足济时间。即个世代吼，要救一个灵魂吼，无时间搁拖啦，真正是末日的记号。咱看见灾难哪来个哪到，苦袂得，赶紧互一个灵魂紧得救，你敢无要赶紧吗？所以，既然咱有机会来遮，知影有一个全能的上帝要成做你的祝福，安尼咱就袂使马马虎虎。所以伫遮最后要做
两个提醒来做结论，咱拢会拄着艰难，总是拄着艰难的中间，咱毋免艰苦心。你有可能迄个艰难是你的犯罪，是你的软弱所带来。总是伫你艰难的中间，你若欢喜家己交互主的时，上帝会帮助你。迄个艰难就是伊对你的修正，对你的性命的带领。虽然痛苦，要顾，互你会晓看家己，原来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依靠上帝。你我拢会，我嘛是拄着足济。总是我专心看上帝，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我靠神，很多时候就是是。所以，上帝用阮第二点我要讲的，上帝用阮雅各去阿舅因兜。后来，佫一摆逃亡，伫迄个最痛苦的经历的中间，透过逃亡，透过拄着上帝的改变的时，咱看见上帝就是咧塑造他的生命。迄个塑造内底有两个真要紧，属灵的重点，就是让你称义；第二个重点就是成圣成圣。上帝称义就是，当我欢喜谦卑倚靠上帝。我倒来到伫上帝面前的时，我开始顺服，我照上帝旨意行。这项代志上帝家己做，伊就称你做义。正圣呢？正圣是我开始顺服的时，一步一步倚靠上帝，上帝慢慢佮继续甲我带领，我一步一步修正，就越来越成圣，越来越像耶稣。所以伫人生的中间。你既然来到伫遮，上帝已经听你。我迄天甲迄个家庭咧分享的时，我有分享，我讲，今仔日你搁倒转来上帝，伊是讲我伫某一个聚会中，伫一项的迄个个别性的时，我听到即个人是伊的亲人，我甲传福音，伊就开始倒来教会，即马无共款啦，做足热心的。我甲伊讲，你的爸母虽然信耶稣，你离开上帝。总是安怎会拄到迄？其实上帝拢无离开你，因为你伫细汉老母的家庭的时，你有读主日学，你的爸母有信仰，有替你祈祷。我伫遮甲伊勉励，咱做世大人爱替囝祈祷祝福，因为替你祈祷。圣经以赛亚49章15节讲，老母无可能袂记你囝儿，就是袂记你。耶和华上帝，我永远袂记你，袂甲你袂记你，因为我甲你的名刻伫你的手心。你捌去教会，上帝已经纪念你；有人甲你引出，捌替你祈祷，上帝已经纪念你。咱的囝也未来教会，咱的丈夫也未来教会，你甲祈祷，上帝已经纪念。因为上帝已经将你祈祷的名记伫伊的手心的中间。所以我甲迄个姊妹讲，你虽然离开上帝，神没有忘记你。所以迄天拄着是神特别的安排，互我拄着你。互你有机会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所以上帝会听，伫咱艰苦的中间一直无离开。毋然安尼，伊阁要护掉你，护掉你，诚做侪人的祝福，诚做身边的祝福。毋是你能力做会到，做袂到，依靠他。上帝讲我甲你伫地，自然透过你，伊就诚做四周围的人的祝福。三甲来祈祷，阿爸感谢你，多谢你，借着即站的故事。互阮得到真大的鼓励甲安慰。阮知影，阮伫你的面前太济时阵，互你艰苦心，得罪着你，但是你犹原无离开阮。你阁用济机会，伫即个所在等待阮回头，毋然安尼，阁来甲阮塑造，诚做你受祝福的囝儿，甚至阁找用阮，诚做人的祝福。今仔日阮有机会来看见雅各的性命的改变，甲看见你。对伫阮的心意，帮助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真正拢欢喜，诚做一个热心敬畏主、尊叹主驾驶的好的基督徒，互主用。也伫阮的性命的中间，诚做一个会当成就上帝国，行到伫倒位，祝福到伫倒位，互主所使用的人。我无要看见阮是啥物种的程度的人，我要看的是阮。要做上帝所听的囝来互你用，主，阮相信
阮中文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欢喜安尼做的时，阮的教会要搁较大的无共款，要看见你极大的祝福，毋是伫阮正人的身上拿定，也要伫即个教会中间。即个教会要成做一个光灯，伫即个社区成做侪人会帮助甲祝福，有侪失迷的基督徒、失丧的灵魂，我奉主耶稣的名，即个所在要成做祝福因的大家庭。伫即个所在更照因，一个倒来到伫主你的中间。逐摆入来到伫即个所在时，因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得到扶持，因得到信心，因得到建立。欢喜三甲同工伫即个所在，阮用信心看见即个祝福伫即个所在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